今晚天氣唔錯，我準備用智能天文望遠鏡影星空。今晚嘅目標係獵戶座大星雲。獵戶座大星雲就喺獵戶座腰帶下嘅位置，肉眼都睇到，好近地球，大約1344光年。呢張係望遠鏡拍攝到嘅即時影像，之後望遠鏡疊加照片，增強影像。大約5分鐘後，出現了疊加失敗，原因係天空雲層飄過，遮擋咗正在拍攝嘅星雲。呢張係疊加咗5分鐘嘅星雲照片。大約20分鐘後，雲層飄散，拍攝重新開始。呢張係疊加咗10分鐘嘅獵戶座大星雲照片。